讲到亚洲电影，真侪西洋人拢知影翁里，因为《卧虎藏龙》这出同西方文化元素透染的武侠电影，互伊真正得到西方文明普遍的重视。西方是电影的起源地，李安是唯一得到2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亚洲人，比古早时代甲台湾人拍电影的日本人搁较敖。伊毋是一开始就事事顺利，伊大学联考失败，伫纽约失业6年，这拢成做伊日后成功的条件。伊是安怎和艺术结缘？安怎用台湾水牛精神，拍出一部搁一部讨论家庭伦理、撼动人心，搁定得奖，拍破济纪录的电影呢？今嘛我就把时间交予李占星老师来讲今仔日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李占星，真欢喜大家来收听你讲故我来听。这礼拜咱要来听世界级的电影大师李安。李安导演是1954年出生伫屏东潮州的，出世的时颔棍予杜仔大惊着。佳在医生切时的赶到厝呢，平安的甲伊顺利接生，老爸甲伊号做李安。名字的安字嘛有另外的意义，祖厝是伫江西的德安，渡难到台湾的时，坐的船号做永安轮。李安的老爸李升，1956年接任花莲师范学校校长。李安伫花莲师范附小接受美国式的启发教育，班上的同窗大部分拢是讲国语的外省人。伊讲师范附小是伊求学中上快乐的日子。师范学校的另外一个任务是教育退伍军人去做老师的师训班，来自不同省份、南腔北调的陆海空军的退伍军人，常常会开同乐会，会邀请小朋友李安去台顶唱《家在山那边》，搭喙鼓，甲李安自导自演的话剧。10岁时，李升调到台南二中做校长，李安去读台南市公园国小，是一班70人，一年级有20外班的大学校。因拢讲伊听无单话，老师甲成绩无好的学生叫去讲台扇嘴皮。这是李安一世人第一摆互拍的。李安上含慢的是数学，到30外岁啊，还阁会做算袂出答案的噩梦。高中的时考入去台南一中，人讲北有建中，南有南一中，上界出名升学率悬的高中。台南一中的校长李升的要求，李安暗时爱去参加恶性补习，毋过成绩一直无介理想。伊定伫日时做春秋的大梦。第一年的大学联考差6分，无考到学校。第2年的联考紧张甲不肚疼，流凊汗，搁再无考到学校。老爸安排黄仲嘉老师替伊补习。黄老师甲伊当作朋友的去看电影、欣赏音乐，引导伊去赏文论字。第3摆的联考，佳在英籍的术科成绩袂歹，弥补学科的不足，互伊如愿的考入去国立艺专影剧学校。伫艺专的大舞台，李安的心灵第一摆得到透放，找到人生的目标。学子徐秀芬
安排伊搬舞台剧诗人中的叫小，成功的演出了后，受邀请担任过15出的男主角。2年的时，伊甲老爸讨一台8厘米的摄影机，李安甲一台宝贝机器拍一部18分钟的处女作。拜六下晡的难所，这部片表达出艺术家面临理想和现实落差的切实甲挣扎，也反映伊对电影充满渺茫甲对前途混沌不明的心境。伊用这部底片申请入去纽约大学的电影系研究所。李安对所有的艺术拢有趣味，伊捌甲新学院教授学声乐，学过芭蕾舞，写过1万外字的底片小说《失去形体的婚后人》，家己自编自演独幕剧《阿基》，嘛捌和艺伎斗阵为素描。电影是种综合艺术。李安有音乐、舞蹈、写作、美术、戏剧等的素质，伊把这个素质融合成做李安先生特有的电影表达方式。1980年，伊伫纽约大学2年的时，拍过《阴凉的湖边》，得到金穗奖最佳戏剧底片，甲纽约大学的奖学金。毕业作《分界线》是描述纽约唐人街附近分作南边的华人，甲住伫北边的意大利人，因为着生活伫咧走撞，互相冲突的故事。这篇作品的预算动用着伊拍工欠出来爸母斗相共的未婚妻林家辉赞助的新台币100万拍出来的。分界线得到纽约大学的学生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公映。林家辉小姐是李安去威廉普托看青少棒冠军赛的时，坐公车身躯边的小姐，两人一见钟情的，5年后伫纽约市政府登记结婚。迄天翕相的邦公馆迟到。所以用到呾也无结婚时的相片。好友陈淑丽组一间电影工作室，结婚舞会的布置是摕电影道具布景来装饰的，大家拢算甲真欢喜，一直到半暝饭点才结束。毋过对远远的坐飞轮机对台湾来参加婚礼的教育家老爸李生。感觉摕到纽约大学硕士的大汉老师的婚礼无够隆重，无够庄严，感觉有一寡失望。舞会中嘛放映2礼拜前才完成的毕业作品《分界线》，这摆婚礼过程的情节嘛称作喜宴电影制作的题材。毕业后。李安准备回国发展，当咧装行李箱，要返去台湾，接到美国3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印尼斯的电话讲，看到李安的第一名毕业作品《分界线》，真正满意的，想要甲李安签6年的合约，希望李安会当留伫美国发展。李安讲，威廉印尼斯。甲伊学罗甲王叔叔，强要爬上天去啊！是无法度甲因拒绝的。6年的合约期间，李安甲写好的剧本、导演的工作计划，提去30外间的电影公司，所得到的答案拢是听候通知。纽约大学第一名毕业的李安，1年以来拢赚无半仙钱。心内开始有一寡郁卒，家在夫人得到博士，伫纽约找到头路，互李安会当伫6年的失业中研读电影的册，看电影的报道，
欣赏不同风格的电影，练出一身的电影基本功夫。伊嘛是正敖主角，敖骗囡仔的家庭主妇。36岁时，第二后生的出世，带了好运。伊写的剧本推手喜宴，得到台湾新闻局的剧本奖，奖金新台币50万。中央电影制片公司副总经理施立光准备新台币1200万的烫生预算，邀请李安和犹太人好友詹姆斯合资的好机器公司签约。推手是李安第一部激情长片，故事是发生在美国华侨老人的移民故事。男主角由龙翔主演的。推手得到金马奖9项入围的肯定，得到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评审团奖的荣誉。佮得到亚太影展的最佳影片、法国影展的最佳处女作导演奖。施立光看到推手的成功了后，鼓舞好机器公司再度合作，拍同性恋的题材喜宴的电影。拄开始，李安有一寡张弛，伊对同性恋人士的心理状态无介了解。不过，好友詹姆斯鼓励伊接这个案，伊有真侪同性恋的朋友，伊了解因的想法。詹姆斯嘛答应李安会斗写剧本。喜宴的故事是华人同志赵文轩想要追求家己的同志性向，搁爱满足世大人对婚姻生囝的期待，袂当两全其美的心情写照。喜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最佳导演，成本75万美金的喜宴，全球的票房达到3200万美金。这两部华人在海外生活的题材影片发行成功了后，施立光搁再摕3800万新台币的预算，台湾新闻局加码1000万的电影补助金。饮食男女是 Made in Taiwan 的伫台湾拍片，上有台湾味的探讨老爸甲3个查某囝的亲情故事。一个圆山大饭店的老总铺师失去味觉了后，第3个无想要结婚的查某囝相亲的安排，古井西坡的重新恢复喙齿淡出来的滋味感觉，找出人生爱情的第二春。这部大作在台湾的票房敢若是喜宴的一半尔。在金马奖嘛拢讲过去，颠倒是在海外大的出名，得到美国影评协会的最佳外语片，美国年度10大影片的第7名，亚太影展的最佳影片，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制片。林赛都能看到李安的父亲3部剧《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的电影了后，主动的邀请正要掌控内心戏的李安导演一部超过《饮食男女》10倍的预算，由出名的小说改编的理性甲感性，是由世界级的大明星苏格兰艾玛·汤森主演。因拢是为着这本出名的著作，想要拍出好的内心戏，留落来好名声伫电影界。虽然毋是为着赚钱而来的，大家拢自我要求真悬，向心力真强。剧本是由女主角艾玛·汤森用4年的时间编剧的。艾玛是典型的英国淑女。
伊人品、学识、见解，拢超过李安诚济。李安拢不时向伊请教学习，到落尾，两人的交情不断的增进，亲切感甲配合度嘛不断的增加。艾玛嘛成做李安一生的好朋友。好友詹姆斯替李安收集1775年到1817年英国奥斯汀时代的文艺思想有关的所在。拍完电影，李安的英文加进步真侪，人嘛变较巧啊。伊发现伫西方拍片，导演上重要的工作，就是爱互甲你合作的团队介意你。理性甲感性得到柏林金熊奖、全球奖的最佳电影，英国影艺学院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女配角，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全球的票房超过2亿美金。李安就由亚洲级跳到国际级的大导演，证明台湾来的导演嘛会当伫好莱坞创造票房甲经典作品的双赢导演。李安毋是部部电影拢顺利的，伊拍的《反越战》《冰风暴》甲南北战争的甲《恶魔强骑》拢讲久去，若只好莱坞的迷信第3部电影绝对袂使搁再讲久啊！伊只好去拍通俗片来突破票房不利的魔咒。李安少年时爱看武侠小说，小说内有主角的侠义精神，有千变万化的情节，阁有传统文化内涵。由齐立功邀请蔡国营改编的《卧虎藏龙》，英文剧本由原是由好友詹姆斯担任的。这部筹备5年，预算是饮食男女的10倍，美金1500万。演员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音乐家马友友，甲台湾、香港、美国、中国合作的制作团队合齐打造出有人文精神的武侠电影。李安放弃固有的武侠文化，掺入去西方的元素，受到中国的电影人士反抗性的批判。不过，《卧虎藏龙》却创造华语电影的世界票房纪录。2000年伫坎城影展的世界首演，听到观众10分钟无停的扑克声，就知影《卧虎藏龙》受到观众的介意啊。上互李安欢喜的是，连欧洲、亚洲票房嘛真好。投资人齐立功甲好机器公司赚到5倍以上的利润。李安伫Julia Roberts 手中摕到全球最佳的导演奖，奥斯卡10项入围的肯定，摕到最佳外语片、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干那美国的票房都有美金1亿2000多万，拍破外国电影伫美国上演的票房纪录。2005年，台湾导演李安拍出《断背山》，故事的主角想要创造出断背山式的理想世界，片中充满着存在主义的孤单美感。虽然是以同性恋为主题，不过电影所表达出来的精神，已经达到更较悬的感情层次。可惜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品味真落伍，禁止这部电影。断背山是华人导演得奖上侪电影，51岁李安受到威尼斯金球奖
美国导演协会全美影评人10大影片所有的肯定。李安个人完成了威尼斯、坎城、柏林、奥斯卡4连霸的辉煌成就，成本敢若美金1400万的断背山，全球票房达到1亿6千万，就亲像《卧虎藏龙》同款，是投资报酬率上悬的电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典范。李安导演的片酬已经达到新台币5000万了。李安深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读电影系，教授所选用的近代经典剧作，差不多拢是和性有关联的，而且是强烈的，互李安意识到性是西方戏剧中重要的因素。李安把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改编作电影，故事是二次世界大战在上海日本占领区所发生的汪精卫政权情报员的争议故事。剧本是好友詹姆斯和王慧玲合编的，设计在剧中有男主角梁朝伟甲汤唯真情实弹的做爱镜头，互美国的电影院连锁院线拒绝设计上线。为着要伫中国上映即期反日的电影，李安把电影中的性爱镜头加掉。不过，在台湾却是原封不动的全套上演，得到第44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员汤唯、最佳改编剧本等9项奖项。李安嘛因为设计这支电影，被威尼斯电影节聘请为评审团的主席。2011年，李安制作出 3D 镜头的数位电影《少年批的奇幻漂流》。电影是描述印度的少年家批渡过尊难的危险了后，在海上和一只孟加拉虎伫咧一只细船，一个人、一只虎的斗阵227天的故事。李安用幼罗手法，把两方为紧张的气氛到互相依靠的，到最后渡过难关的情节表达出来。片中美丽景致、动物的行动，甲少年的纯真，拢互李安用3D 镜头甲牵条条的连做伙。观众虽然相信所有的故事情节，却是聊疑因所看是真是假的。少年批的奇幻漂流，证明李安是一个有丰富创造力的视觉艺术家。李安开1亿5000万伫台中水南机场打造的人造海浪池，会当制作出100多种的海浪。电影完成了后，李安把人造海浪池免费的留伫台湾，供民众参观使用。这部电影在中国打破李安的电影票房纪录，该片得到第70届的全球奖的最佳电影、最佳摄影、最佳配乐的大奖。奥斯卡入围11个奖项的肯定，摕到最佳视觉效果奖、最佳导演。李安是唯一得到2届奥斯卡最佳导演的亚洲人。李安所导演的题材是多元的、宽阔的，又深厚的中原文化，甲伫台湾滋养出来内涵。
阁有西方学院训练出来的能力，会当融合东方西方的文化，创造出艺术作品。这是中国导演有所不及的所在。李安伫电影的出头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伊迄种拍拼台湾水牛精神，才是出名公权的后面，会当互咱得到启示的所在。李安即马拍电影身价是新台币5000万，真济剧本还是伫咧排队等伊点头的。不过，伊讲伊上喜意的题材是老台湾的乡愁。二次世界大战后，外省人难民来到台湾后，就袂当搁再返去祖国啊！因对中国带来的中原文化的乡愁是空虚的，就亲像水漂伫水里的漂流感。李安感觉这种的漂流感真水，乡愁是定居伫台湾，不过返去祖国却是虚无缥缈的。乡愁拢是甲歹的放袂记伫，干那甲上水的留落来，去触动心内的情怀。根据着第一代外省人的凋零，这种乡愁的美感，渐渐的伫台湾消失去啊。李安上后处理这种探讨内心世界的戏，咱毋茫有一天会当伫电影院看到老台湾的乡愁的上映。多谢各位的收听，咱后礼拜拜二再过来坐。得到2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亚洲人纪录保持人李安导演的故事，由李赞兴老师讲稿，陈亚彤写作台文，杜浩洲、李以如、肖如冠校对，洪伟霆讲预告，嘛写更轻配乐。周建佑是执行长，我是制作人辛武平。听故事的时，若是有听无清楚的所在，请你找阮的网站 taigistory.com， 内底有文稿通对咧看。搁较方便的是，即马伫 YouTube 嘛会使听阮的故事，请会记你家己无拍开。过来，阮伫面册有上新的消息。Twitter 用英语介绍故事，这个网链拢会当伫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下骹找到。后礼拜咱要来讲台湾和日本关系的开拓者罗福全的故事。多谢你的收听，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